各位弟兄姐妹早！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当以用欢喜的心情来敬拜他。这时，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我们本周的事工。今日是本会社教131周年培灵会，感谢王明忠牧师前来本会培灵讲道。中午12点，敬拜事工部同工会于教育馆201教室。下周日为台南神学院奉献主日，蔡正道牧师前来本会讲道，请安报告。本会许牧师前往台北和平教会讲道。下周日上午10点，儿主亲子礼拜于教育馆 B1。礼拜后邀请现任福林国小老师陈诗英老师分享海外求学及育儿的经验分享。2月25日周日定期会员和会通过议案如下：上周3月3日召开小会，接纳蔡明仁、蔡婉玲、汤庭珍、黄雨桐为本会会员。3月11到14，许牧师夫妇家族团聚前往日本。3月31日周日为复活节主日，上午6点30分于美伦公园举办朝阳礼拜，欲参加者请至招待桌登记。本会复活节3月31日周日上午10点联合礼拜，举行圣礼典，礼拜中有洗礼，欲洗礼的兄姐请向办公室报名。我们感谢神用生命的话语来赐给我们。今天我们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读2遍，请。罗马书12章1节。所以弟兄们，我们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服侍，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12章1节。所以弟兄们，我们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我们一起站立，同心来祷告。齐聚欢乐在圣殿，天父慈悲永不变。抛开琐事宝座前，领受祝福在心田。慈爱的阿爸天父，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以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为的是要领受你的话语和你的祝福。经过1周的疲惫，我们放下手中的工作，遵行你的教导，要献上我们最真实的敬拜，望你喜悦。父啊，当穹苍述说你的伟大，我们无不惊奇你奇妙的作为。为何我们成为你拣选的儿女？相信在你一切的计划中早已有预备，要我们来完成你的事工，将福音广传至我们的邻舍，传至地极。我们将竭尽我们的心力来完成你所托付的。感谢主。也经过好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教会一直沉浸在哀伤的当中。感谢神，昨天也透过一场的喜宴，让我们心情又重新恢复到以往。愿主你祝福这一对新人能够永结同心，百年好合。感谢你。最近的气候的变化也非常的大，时而温暖，时而寒冷，感冒生病的人也增加不少。也愿神你亲自来看顾，让弟兄姐妹们的身体都能够平安健康。谢谢你。这时
我们要用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我们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零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债，不叫我们落入试探，叫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在早晨来敬拜他，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赞美。邀请我们弟兄姐妹用诗歌、用声音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拍手赞美他。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海洋与河流起来赞美耶和华。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万物要歌唱起来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我要专心专心来爱他，将我的心献给他，将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我要专心专心敬拜他，我要欢呼欢呼赞美他，将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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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最后一次。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是的，主是那位配得我们欢呼和赞美的主，我们将掌声归给我们的主。是的，主是那位爱我们的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这就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让我们用诗歌来敬拜他，让我们能够在爱中与主相遇。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
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接近我，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接近我，主，求你接近我。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将我全人，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主啊，是的，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主啊，是的，我的神啊，我的神啊，我的心切慕你。主啊，我可想你。主啊，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的心可想你。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生命中最渴
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要爱你，我爱你，耶稣，再说一次，我爱你，耶稣。亲爱的阿爸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学习爱的功课，经历到你那奇妙道成肉身在我们里面的爱，也让我们来学习回应你的爱，真的用我们的心渴慕爱主耶稣。谢谢主，让我们再次回到家来敬拜你，恳求圣灵啊，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都能够坦然无惧，领受你给我们的祝福恩典，领受你给我们生命的话语。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请坐。我们开始特别要欢迎大家一起回家同心来敬拜。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教会一起敬拜的朋友？我们欢迎你，无论是从哪个地方来啊。我们特别也要介绍，特别谢谢大家。昨天让弟兄姐妹大家真的是非常跟我们同心的欢喜，来到士林教会快11年了哈。那昨天是我的孩子安利结婚感恩礼拜，有个长辈跟我讲，士林教会的牧师娶媳妇上一次是40年前啊。陈慧南牧师娶媳妇哦，就是我们的那个秦妹长老哈，娶媳妇进来。那这个经过了这样40多年，我们感谢大家哦。昨天实在是没办法一一跟大家打招呼，但是我们经历到，因为天父上帝奇妙的爱，我们跟他的关系，是因为咱跟天父上帝迄款疼爱关系，所以咱才连接到底，我们才可以在一起。所以再次谢谢大家，昨天。个人真的是有很多招待不周的地方啊，请大家原谅哈，请大家原谅啊，包括下午的结婚感恩礼拜，晚上的婚宴，再次谢谢大家。所以我们依照往例啊，建立新的家庭，我们也会在这个地方介绍他们哈。安利跟之余，请起立哈，让大家欢迎一下。好，谢谢，请坐。如果昨天有参加。结婚感恩礼拜的，我们希望你整个礼拜过程，不管你看到什么或有多亮丽的事，我们盼望你只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安利自己讲的谢词。他提到马牧师的提醒，每一次的礼拜，每一次的聚集，主角都不是人，也不是结婚的男女双方的人而已，更重要。每一次的礼拜，主角都是上帝，都是天父上帝。所以，同样的，在你的生活中间有敬拜的人生，有敬拜的时刻，借着这样让你经历到这个奇妙的天父。你叫他阿爸，他天天陪着你，你忘了他，你没有看到他，他还是跟你同行。所以我们盼望昨天婚礼能够成为大家的祝福。我们再次的学习。谢谢大家。那北部有很多教会的生日都用3月9号，是因为马偕牧师在1872年3月9号从淡水登陆，
3月9号也是我们教会的社教纪念主日。我们今天特别感谢之前伙伴教会之前的主任牧师王明忠牧师带领我们今天2场的主日礼拜。在2013年，我们7月，士林长老教会跟卢凯中会茂林教会，我们结为伙伴教会。那个时候，王明忠牧师在茂林教会，也借着这样，所以瓦瓦尼传道就派到了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宣教师，跟我们一起的来同工。所以我们今天培灵主日，我们谢谢王牧师到我们中间来。当然，在这个地方也特别跟大家一起再次提醒分享，4月20号礼拜六上午10点，在我们教会台北中会会派特会员来主持瓦瓦尼传道师丰利牧师暨就任教育牧师的感恩礼拜，我们一起为这样的事情祷告。所以在礼拜的这中间，特别是上帝的话语，我们要请仁义执事带领我们来看今天这段上帝的话语。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老师，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书上写的是什么？你是怎么念的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如己。”耶稣对他说：“你回答的正确，你这样做就会得永生。”那人要证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扒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那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另一边过去。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那里，看见他，也照样从另一边过去了。可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旅店去照应他。第二天，他拿出2个银币来，交给店主说：“请你照顾他，额外的费用我回来时再还你。”你想，这3个人中哪一个落在强盗手中的那一个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对他说：“你去照样做吧。”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先用卢凯主的话跟大家问候：沙宝。我帮你传道，没有教你们这个沙宝吗？没有。卢凯主说沙宝，台湾主说打歪打歪，打歪呀，打歪打歪就是也是跟沙宝是一样的意思。非常感谢上帝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到我们教会内分享神的话。当许牧师跟我讲说，在这个重要的日子，你要来分享神的话的时候，确实我有一点疑惑，因为我平常面对的是20-30个人突然要面对那么多的人，确实有一点点的这个心里面的压力不过没有压力，人是不会成长的，阿们吗？所以感谢你们给我机会。那很多人跟我讲说，爸爸你传道在这个地方的这个服事真的让我们非常感动所以这个对我来说也是更大的压力呢很多人都跟我讲他的分享什么信息，哇，讲的昨天我都不专心，不知道今天要讲什么了。但是没有关系就像电脑一样，如果新的电脑没有比前面的电脑好一点，我们要不要用要不要？当然不要所以今天对我们士林教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131周年。那我们先一起来做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计划一切的神，在你的计划里面绝对没有一个落空。纵然我们人用各样的方式，但是天父上帝只有你的旨意才能够成全。所以为今天我们能够相聚在这里，要一起来聆听神你的话，面对我们新的一年，我们要再一次的激励自己成长进步。所以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特别你圣灵的恩膏，在我所要说的话成为弟兄姐妹们的一个帮助跟力量。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周年对教会来说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进阶版的一个日子。去年一年宝宝尼传道跟我讲说，130周年，我们的题目是，你们还记得吗？去年我的邻人是谁，对不对？我的邻人是谁？你们的邻人是谁？一年的时间有没有找到？你隔壁的人，你认不认识？认识吗？认识他的名字吗？认识他的背景吗？认识他是哪一个地方的人？这个在我们原住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在教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自己旁边的人。所以我的邻人是谁？透过今天的这个经文，这位法律教师呢挑战耶稣，我的邻人是谁？所以耶稣采用了这个比喻，撒玛利亚的一个比喻呢，告诉他到底他的邻人是谁。很抱歉好像太紧张了吧，所以口渴所以耶稣用了这个比喻呢，告诉他谁是他的邻人。但是呢，今天我们不只是要知道谁是我的邻人，更重要的就是我要成为谁的邻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角度。我们都会选择谁要在我们的旁边，我们要成为谁的邻居，我们会选择。但是呢，当你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个人就在你身边，或是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边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去看？昨天非常感动的马牧师的一个分享，他说这个爱不是一种温暖的感觉，他说这个爱是一种温暖的什么？行动。这个很重要。那个刚刚结婚的这一对不要活在一个感觉里面你们的爱要在行动里面来表达。我跟师母结婚了，我先做一个分享因为有结婚人在当中我跟师母结婚的时候，我第一个跟她讲的，我说你需要什么帮助，我能够为你做什么。那我是一个入赘的男人因为师母是老大，佩文娃娃女传道也是老大呢，她不能嫁出去，她是要万人中挑选一个丈夫所以我跟我的师母讲说，我能够为你做什么。后来我看她在上班很辛苦有一天我就跟她讲说，以后跟这个水这个我们喝的水有关系的我来做，其他的你只要把孩子喂饱就好了。后来我讲过之后，开始算跟水有关系的嘛，好像蛮多的。我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要洗衣服洗碗洗菜、拖地板还有给孩子洗澡呢。所以娃娃女我有给她洗澡，从小。
4个孩子我都是在给他们洗澡。我觉得爱不是用感觉，而是用行动来表达彼此的这个爱。所以在今天呢，我们的这个131周年呢，这个日子呢，我用这个零距离的爱，这个零不是这个归零的零啊，这个邻居的邻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在这个新的一年，我们一定要检视去年我们所做的工作，到底我们有没有我们上帝的恩典能够完成，能够实现。确实我们不可能面面做到，但是呢，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很多的事情是上帝在做决定，我们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我们可能就再怎么做也做不了，上帝有他自己的定夺。所以我们为去年的一年呢献上感谢之外呢，今天更重要的就是在面对这个新的一年，我们要怎么样在神的恩典里面，在神的计划里面，继续呢把这种爱的行动呢，在我们的教会来落实。那透过我们士林长老教会的历史，确实是蛮辉煌的。我稍微看一下我们士林教会的历史，确实是非常感动。我这个马街设立了这个教会之后呢，然后透过很多的我们的长辈前辈他们的努力，不管是建堂，然后呢开始做这个教会内部的一种教育整合，然后呢做社区的一个服务，再做社区的一个宣教。然后呢，不只是国内的，我们也做国外的短宣。我们日新长老教会每一年的圣诞节也都会领受来自我们士林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校的圣诞礼物。感谢你们，感谢牧师你纪念我。当然，你们是纪念上帝所疼爱的教会，阿们吗？因为我们的教会不是一个大的教会，我们是被归类在小型成长中的教会了。30多个人可以聘牧师，这个在原住民的教会也是不容易。那每一年我们都很能够这个很平衡的发展，这个真的是一个神迹奇事。所以我们的日新呢也接受了我们士林长老教会的一个帮助，实在感谢。那尤其是我们士林教会能够跟茂林教会结为一个伙伴教会，这个在我的牧会的生涯当中，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那当初宝宝你毕业的时候刚好是我们卢凯中会没有多余的教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冥冥中上帝就已经在安排，他就是要到士林教会我们正在思考怎么办的时候呢，突然这个我们士林教会小会说宝宝你就已经在我们的教会实习，我们蛮喜欢的，我们可以成为可以跟他成为同工的时候呢，我们就这样子就结盟，宝宝你才开始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服事。那感谢大家，在这几年确实，如果不是你们的教导叮咛，我想宝宝你传道他也没有办法进步，没有办法成长。所以为这一切呢，我们除了感谢你们，我们更要荣耀我们的上帝。那在这个零距离的爱的这个信息里面，我要强调的不是再一次的重复这个撒玛利亚的一个故事，我大概要用一些的牧会的一些见证来跟大家做分享尤其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一开始看的时候，这个经文的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用一个非常主动的一个方式来去关怀这个人确实是让我们蛮感动的。他一眼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应该知道这个不是他的好邻居，不是他的好朋友，而是一个世袭的一个敌对的一个受伤的人。但是呢，他没有因为这个就不去管这个。当他看到的时候，我们知道前面2个
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呢，他们却从旁边走过，后面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却主动的去表达对这个人的一个关心，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把他当成自己的亲戚。尤其是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很重要的是从他内心里面这种恻隐之心啊。我想这个恻隐之心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们一定要活出来的。所以感谢我们的上帝，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上帝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特别好的行为，而是因为怜悯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感谢上帝，当这个撒玛利亚人看到这个的时候呢，他马上做动作去包扎去关心，然后呢他又带他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托人照顾，而且他不是丢在那边就算了，他还说他会回来清理所有的账。那我更感动的是，在这个最后他没有留下这个人的名字啊。这个是对我们要常常做一些帮助的工作的人来说，这个是极大的一种对我的感动。我们总是喜欢留名啊，希望这个人知道我是谁。但是呢，在上帝一个服事的工作当中，我们要学习，就像刚刚我们的许牧师讲的，这一切爱的源头是从上帝来，我们只是按照他的心意去做，所以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零距离的爱，我要强调的就在这里，不是站在我们的角度去找邻舍是谁，而是站在需要的人，到底他需要什么，我能够帮助他什么，我能够成为他的好邻居吗？我们日新教会，我来了之后呢，非常感动的地方是，小新教会最在意的是什么？人数、奉献，那个建筑物啊。因为我们是小型教会，总是走不出去啊。面对其他的教会的时候呢，总是好像有没有牧师，什么都不比别人好。但是呢，当我到那边牧会之后呢，我有发现到这个很严重的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学习怎么样走出这个空间里面，我们必须要学习怎么样出去看见别人的需要，然后按照上帝给我们的爱呢，成为他们的邻舍，成为他们的邻居啊。所以我们就开始推动了这个监狱的服事啊。刚刚开始我的确害怕他们会不会有人参与，但是呢，感谢神，在规定的人数里面呢，总是多了1、2个人。那我跟他们讲，下一次再去。我们就这样开始参与这个监狱的服事。那参与的同工呢，非常感动的，有些是学生呢，在台南啊，在高雄，他们为了要参加那个下午2点到4点之间的这个监狱的服事呢，他们请假，为了要参加这个监狱的服事。透过这样的一个服事呢，他们体会到，原来教会存在的目的，不是看建筑物，不是看人数，不是看奉献，而是看什么？看你能够在上帝的恩典里面，能够行出上帝所交付给你的使命是什么。所以他们也开始寻找另外一个关心的一个目标，就是这个屏东的平安医院的这个精神障碍的这个地方，那个是佛教他们所设立的。但是呢，他们同意我们，因为看了1次2次，他们非常喜欢。所以我们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的下午，我们会去那个地方去关心他们，成为他们的伙伴，他们也非常开心。所以今天我用这样的一个分享告诉大家，当我们知道谁是我的邻人的时候，我们要开始把自己放在对方的需要，放在对方的这个想法，尝试怎么样去成为他们的帮助，怎么样成为他们的祝福，怎么样成为他们的这个力量。
这个就是我觉得在131周年的一个开始，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态度，以这样的一个行动呢，去面对我们教会所有的服事。那当然非常感谢大家接着接纳娃娃你传道要成为在这里的一个牧师特别是感谢我们小会前几天去我们三地门的时候，我跟师母讲说，我们尊重台北宗会的一个制度，但是呢，许牧师告诉我说，我们原住民的制度，我们原住民的这个礼节礼仪呢，我们要尊重。就因为在这样彼此的尊重、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关怀之下所有的事工能够非常顺利。所以非常感谢我们士林教会的小会借着这样的彼此的文化上的一个差异，我们能够彼此尊重呢，来完成这个上帝在这个时代要在我们士林教会一个伟大的一个计划。那最后呢，我用这个客人和家人的这个故事呢，跟大家讲。我刚在网络里面呢，我有看到这个妈妈在告诉小孩子，你知道家人和客人有什么差别吗？那个小孩子想了很久，他就说，客人是到我们的家里，坐在那边等候我们的服侍等候我们招待他。但是家人不一样家人是在这个家里面去找他能够服侍的，他能够帮助的，他能够协助的事情。我想今天我们在士林教会的一个大家庭里面，我要呼吁大家，我们要活出这种教会爱的这个力量。我们绝对不要当客人，我们要成为家人。教会所有的工作不是牧师、长职或是干部他们的事情，是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只要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就有这个责任，你就有这个义务，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服事。所以盼望透过今年零距离的爱，让我们可以成为很多人的一个帮助。零距离是没有距离的，零距离就是站在他的心那边，跟他结合在一起，然后呢协助他，帮助他。那我也相信透过各位弟兄姐妹这6年来我们士林长老教会所留下来美好的这些生命的典范呢，会继续呢存留在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成为教会不是要用建筑人数奉献来呈现在你的面前，我们设立教会就是为了要让这个教会成为众多弟兄姐妹们的祝福，特别是教会以外成为他们的祝福。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士林教会在131周年的一个纪念日，让我们用这个零距离的爱，是没有距离的爱，是进入到对方的心的一种爱呢，让我们站在他的里面来去思考，来去帮助，来去成为他的祝福。我们相信在牧师、小会、长执会所有的同工弟兄姐妹们的一个同心合一的参与，你的教会必成为更有能力来完成天父上帝在这个时代你所交付给我们神圣的使命。谢谢你天父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耶稣的爱带来希望和平安，带领我们生命如同耶稣的爱。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站立，以这首诗歌来回应。是耶稣的爱，是耶稣的爱，带着希望有平安，就是耶稣的爱，是耶稣的爱，是耶稣的爱，带着希望有平安，就是耶稣的爱。在这个迷茫世界人海中，许多人带着伤痛在角落，破碎的心和生命都需要耶稣。我的双
双手能够做什么？别忘记这个世界需要我，主赐一颗心，一双手，让我的爱像耶稣，是耶稣的爱，是耶稣的爱，是耶稣的爱，带着希望有平安，就是耶稣的爱，是耶稣的爱，是耶稣的爱，带着希望有平安，就是耶稣的爱。在这个迷茫世界人海中，许多人带着伤痛在角落，破碎的心和生命都需要耶稣。我的双手能够做什么？别忘记这个世界需要我，主赐一颗心，一双手，让我的爱像耶稣。好，请说，我们现在以感恩的心来奉献。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会众请起立。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哎，我们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感恩的心，借着我们实际的行动，让这样的行动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一个祭，让这样的一个行动也能够成为上帝把天上的福气倾倒在每位弟兄姐妹的身上。愿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与怜悯，圣灵的感动与保守，常与每一个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会众请坐下。今天礼拜就到这里，请订阅后再离开。再见我，再见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再见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再见我，再见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再见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今天聚会到这边，平安。